來看這條新聞，同款是食毒了代誌。頂年呢，這派出所長劉宗興臨檢的時陣，和一個查某嫌犯單家用食毒賽車帶咧行路尾來殉職啊！那這新北地方法院一審是把這嫌犯判死刑，今仔日二審開庭的時陣，嫌犯竟然唔承認講伊是殺人，敢若講是傷害致死。這死者的家屬是無法度接受，呼籲法院呢愛還因一個公道。在講故事的時候，他就看到故事書裡面的爸爸媽媽，他就對我說：“我也想要有個爸爸。”傷心講到翁婿因公殉職了後，囡仔唔望爸爸關愛心聲，心中攏是唔甘。新北市土城警分局派出所長劉宗興盡力臨檢，遭到女毒販單家刑拖刑殉職，一審判死刑，建議15開庭審理。涉單查某毒販好人殺人，主張行為只是構成傷害致死罪，老家人無法度接受，希望審判長為因伸冤。我的心目中，我一個很堅定的念頭就是罪責相當。覺得被告非常可惡，他慘無人道。大哥你好，毒駕問題嚴重，高雄警員發現有人反向騎車隨亂檢，一看竟然是小面廠，因為姓何查甫人幾日前，才因為哪騎車哪報軍，騎車狀況無啥着防亂檢，一查是毒駕失憶了後，佮防亂查也是毒駕，當場逮捕以上交通違規部分依法規範。違規行為依法舉發，罰鍰最高合計可處新台幣127800元。台北市也有毒駕案，警員對行車部分的駕駛做喙爛快胎、驗過血判的查某人，表面配合，採用未聽證理由調工拖時間，檢測結果呈現，安徽太平陽性反應，依法究辦。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及公共危險，函送士林地檢署偵辦。都因為毒駕案一直發生，那造成經濟人員損失，更加像刷叮當的炸彈。全台警力透過強力執法，維護民眾的交通安全、治安環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